月係萬錦市傳統中華文化月，適逢農曆新年，萬錦嘉華聯會聯同萬錦市區域議員何湖景以及多個嘅傳統藝術表演團體，向市民推廣中華文化藝術。就係好多團體參加，咁有中國舞蹈表演啦，有戰紙啊，仲有我哋嘅韓國舞啊，多方面嘅人士都會參加。喺呢度大嗰啲細路都有，同埋老人家咧就有機會俾佢哋表演，同埋啲年青人一齊聚埋一齊慶祝呢個新年。喺呢度咧，我希望咧能夠咧令到咧我哋嘅年輕人同埋我哋嘅主流咧多啲認識中華文化，從而咧欣賞、接受同埋愛好。呢個名為2026萬家彩繪慶祝中華傳統文化月嘅活動，喺剛過去嘅星期六喺萬錦市舉行，吸引過百名市民到場觀賞。除咗傳統民族舞蹈之外，現場亦都有中樂表演同埋具有中華文化獨有嘅書法同埋剪紙藝術。主辦機構期待藉住呢啲嘅表演，俾本地主流社區同埋年輕一代多了解中華文化。另外，加拿大華人自由黨協會週末亦都喺士嘉堡舉辦咗農曆新年團拜活動，邀請多名3級政府議員同市民共慶新春，包括咗啱啱轉投自由黨嘅國會議員馬榮曾。大家咧嚟慶祝嘅當然係新年啦，咁我喺呢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龍馬精神，身體健康，一馬當先。對於中國人來說，春節是一年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節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它宣傳了中華的歷史，也見證了中華5000年的傳承與文明。加拿大華人自由黨一如往年喺士嘉堡嘅感受中華舉辦賀新歲團拜活動，3級政府嘅自由黨議員以及社區人士都有出席，同市民共賀新春，並且為醒獅點睛，代表住新年新氣象。多倫多交響樂團星期六為觀眾呈現咗一場中西音樂文化交匯嘅馬年音樂會。今年同創辦年啱啱係相隔12年，係一個完整嘅生肖輪替，別具象徵意義。多倫多的父老鄉親們，大家過年好！ We've been doing these Lunar New Year concerts since 2014, which, if you look it up, was the year of the horse. So we've come full circle through the Chinese zodiac back to the year of the horse. 今年除咗繼續由大山做主持之外，亮點之一係國際著名嘅琵琶演奏家吳家萬為大家帶嚟第2琵琶協奏曲，俾觀眾領略到中國古典美學同現代交響樂嘅完美結合。音樂會由知名嘅指揮家關其安執棒，曲目既有中西古典音樂嘅經典，亦都有充滿節日喜慶嘅作品，俾觀眾喺濃厚嘅節日氣氛當中感受中西文化交融嘅魅力。50多位由嚟自中國中央音樂學院同埋中國音樂金鐘獎得主，共同帶嚟咗金鐘之聲新春音樂會喺多倫多舉行，為觀眾獻上咗一台精彩嘅中國民樂盛宴。希望能夠讓外國的友人聽到我們中國的音樂，尤其是像我的樂器嗩吶，它雖然很小，但是它的嗓門很大，它很靈動，它可以模仿很多的聲音。我帶來的這個曲目實際上是我的代表作，叫《倉歌引》。選擇這首作品也是希望和咱們加拿大多倫多的觀眾能夠一起分享對這個中國年的喜悅和這種溫暖吧。音樂會匯聚咗多位中國最頂尖嘅民樂藝術家，佢哋以精湛嘅技藝同埋生動嘅表演，充分展示出中國民族音樂嘅多元性同埋獨特魅力。